呢場世紀賽事第一次啊純女子隊嘅概念。雖然阿和未攞得場，所以 Woody 暫時頂住。Tammy 第一球試射，差啲撞翻入啦 ，almost good attempt。跟住另外呢隊 C 都係梁同居之友，亦都喺平均身高上面擁有絕對嘅優勢啊。我其喺1號位負責組織進攻，豪哥如常都係其中一個防守嘅鐵柱啊！俾到 Colin 呢邊一個速效錯板咯 ，good attempt 差啲啲啦。今日 Colin 同埋 Tammy 有好襯色嘅紫色兄妹裝啊！好 ，Google 傳嚟 Jessica B，Jessica B 都久違啦。今日重新落場 ，Jessica 擋住個老公，一個施射，Woody 俾 Tammy 先。哇吉啦！阿康迪地執到個籃板，對方我哋進攻，準備過半場。豪哥睇下點樣發板先，飛過嚟遠處 Colin 落翻阿康度，中間射波，未入啊，不過都近磅啦。小木仔加入呢個寒食戰團 ，Jessica B 進攻，拉鬆啲筋啊！即係話你同我賴喺外邊都好激動啊！你嘅防守都到位。咁咪俾多啲壓力你咯，忍住一年放你，今日認真少少咯。好撚攰。係係啊。咁你知到時個壓力就真係同埋我哋10分鐘喎。其實我覺得體能都開始，你體能會好好多。係啊，對係。兩回事。其實直打20分鐘真係好係。打嚟㗎。琴日嗰種熱同曬煎住嚟嘅。而家做好攰啊。係。仲要你好熱㗎啦，30幾嘅。諗下都驚。Jessica B， 哇，差啲。靚波嚟㗎。高連班嘅時候嘅眼神。係點嘅咧？充滿住憐愛之情，差不多係咁。哎呀，靚波！啊呢啲咋？好冷。後射啦用。好似你咁。啱晒㗎啦個 timing。好波啊 ，Colin。Colin 俾翻 Colin，K 角位俾翻阿康。射3分。Jackie 俾翻豪哥。俾翻 Jackie 葫蘆頂。B B。啊，今日我哋有球勝有3秒啊！啱嘛，保護女性。Jessica B， 壓住落去 Jessica A 有起手機會啦。哇 ，Tammy 一個換手，哇！呢球要錄入精華。呢個換手為球正方靚波啊！而家射唔射？4分，4分。double 咗啦！好 ，Jessica B 落場做到進攻。Tammy 呢邊有吉位㗎，其實。哎呦，靚晒啊！今日女子隊好得民心啊！父親射波，女執籃板啊！好 ，Jessica B 準備進攻，今球會俾邊個咧？有女子隊好多選擇啊！一男射手，
仲有5分鐘。5 minutes。Come on, guys！ 哎呀！呢個先係男子隊嘅秘技啊！冇咗15分，但係有。哎呀！暫時啊12-2女子隊領先啊！有防守3秒啊！哇！又呢個。靚啊！哇！哇！哇！呢啲魔鬼女喎！哇！老婆交俾老公，睇下老公能唔能夠發揮啦！哎呦！最可靠。好，比分12-4啊！暫時男子隊兩球入球都係柯傑包辦嘅，阿和就熱好身啦。睇下今日點樣進攻先。而家純女子隊啊，係我哋打咗1年以嚟最純啊！哎呦，阿女射波，阿爸撐啲執籃板。好，女子隊交球。啲球證有相反意見喎。球證相反意見喎。VAR 攞去。球證順從大家嘅意願。哎呀 ，Jessica A 執波，俾翻前面一個3分先射。哇，好近磅啊！哎呦！哇，豪哥嘅底線突破啊！剩翻2分鐘，比數12-6。40 seconds in the paint area。靚啊！一 1 2。哎呦，差啲啊！攬住佢啊！高連放威啊！阿和一個防守籃板。Jessica B。哎呀，差啲封晒全球線路。哇！豪哥一個手指貼開。又係高連。最後分半鐘，比數12-8啊！女子隊領先。波夠24秒啊！嚟了啦！要猜下波先啊！阿公啊！又出絕招喎！就1分鐘，最可靠嘅得分手。唔使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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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計唔計防守籃板咧？呢個？加油！得到4分over。最後30秒。頂住個攻勢，頂住！哎呀！哇！有罰球射添喎14-6 and 1。好曳啊！好曳啊！罰球都2分㗎。唔係，而家冇 double count 㗎啦，而家冇 double count 啦。啊，好近啦！呢刻冇啦。
頂住，因為 Woody 出咗嚟啊！頂住。哦，end game，end game，吹雞！最後比數14比8啊！女子先係魔鬼隊。